大家好，我係阿 Rex， 一個熱愛長跑嘅馬拉松愛好者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跑步嘅一個超重要，但好多跑友未必留意嘅話題。點解提升步頻可以幫你減少馬拉松期間受傷？呢樣嘢真係好關鍵，唔係講笑㗎。講真，唔少跑友都試過跑到一半或者訓練期間突然受傷，好似膝頭痛、腳踝痛，甚至係應力骨折。呢啲傷痛唔單止影響訓練，仲可能令你無法完成夢想嘅馬拉松。其實受傷好多時係因為身體承受唔到重複嘅撞擊力。點解會咁？我哋就要由步頻開始講起啦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人跑起上嚟好似隻馬咁噠噠噠咁快，但係自己就好似隻蝸牛咁慢？其實除咗體能之外，與跑步嘅步頻都好有關係。咁究竟咩係步頻呢？簡單嚟講，步頻就係你每分鐘雙腳交替落地嘅次數，就好似一首歌嘅 BPM（Beats per minute） 咁。步頻越高，雙腳轉換越快。舉個例，如果你一分鐘內左腳落地85次，右腳都係85次，咁你嘅步頻就係170 SPM。步頻係衡量跑步效率嘅一個重要指標，就好似汽車引擎嘅轉速咁，轉速高唔一定快，但係可以反映引擎嘅運作效率。你有冇試過跑完步之後覺得膝頭、腳踝特別痛？除咗可能係姿勢唔正確之外，其實步頻都係一個重要嘅影響因素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步頻同你嘅身體承受嘅衝擊力息息相關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嘅步頻好慢，即係每一步跨得好大，咁每次落地嘅時候，身體就要承受更大嘅衝擊力。呢啲衝擊力就好似一件重物直接打落你嘅關節咁，長期落去，好容易就會造成運動創傷，例如膝關節痛、足底筋膜炎等等。有研究指出，提升步頻可以減少膝關節嘅負荷，從而降低受傷嘅風險。舉個例子，假設你平時跑步嘅步頻係160 SPM， 而你嘗試將步頻提升到170 SPM， 雖然只係提升咗少少，但係可以減少你嘅關節承受嘅壓力，就好似將一件重物分開幾次搬咁，每次嘅負擔都會輕啲。究竟有冇一個黃金步頻可以令我哋跑得又快又唔容易受傷呢？好多人都聽過180步頻呢個數字，話係最理想嘅步頻。呢個數字係嚟自跑步教練 Jack Daniels 嘅觀察，佢發現好多頂尖跑手嘅步頻都喺180 SPM 左右，但係180 SPM 並唔係一個絕對嘅標準，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結構、跑步習慣都唔一樣，就好似買衫咁，唔係個個都啱着同一 size 嘅衫。有研究顯示，最適合你嘅步頻應該係令你感到最舒服、最自然嘅步頻。舉個例，如果你係一個身材比較高大嘅跑者，可能你嘅步頻會自然地比其他人慢啲，因為你嘅步幅比較大。相反，如果你嘅身材比較嬌小，你嘅步頻可能會比較快。所以最重要嘅係留意你嘅身體，揾出最適合你嘅步頻。想知道自己嘅步頻，其實好簡單，唔需要咩高科技儀器，只要用你嘅手機或者運動手錶就可以搞掂。咁究竟要點樣測量呢？方法一，計數法，揾一條平坦嘅跑道，開始跑步，然後用手錶或者手機計時，數下你嘅雙腳喺1分鐘內總共落地幾多次，記住要索雙腳加埋嘅次數。方法二，App 或者運動手錶，依家好多跑步 App 或者運動手錶都有內置嘅步頻測量功能，你只需要帶住佢哋跑步，佢哋就會自動幫你記錄你嘅步頻，非常方便。測量完之後，記住記錄低你嘅步頻數據，咁你就可以了解自己嘅跑步習慣，為日後嘅訓練計劃做準備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嘅步頻太慢，想提升一下，其實都有好多方法，但係記住，提升步頻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要循序漸進，慢慢嚟。
方法一：節拍器練習。你可以用手機下載一個節拍器應用程式，將節拍器嘅速度設定喺你想要嘅步頻，然後跟住節拍器嘅節奏跑步。呢個方法可以幫助你習慣新嘅步頻，就好似學跳舞咁，跟住音樂嘅節奏跳，會更容易掌握舞步。方法二：短步快頻練習。你可以嘗試喺短時間內用比較快嘅步頻跑步，例如跑30秒，然後休息30秒，重複幾次。呢個方法可以訓練你嘅神經系統，令你雙腳更快地轉換。方法三：音樂節奏。選擇一啲節奏明快嘅音樂，跟住音樂嘅節奏跑步。呢個方法可以令你嘅跑步過程更加有趣，同時可以幫助你提高步頻。總結嚟講，提升步頻係一個有效減少跑步受傷嘅方法。科學研究都支持呢個觀點。作為馬拉松訓練，我都係透過調整步頻，令自己跑得更輕鬆同安全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跑步唔只係追求速度，更係享受過程同保持健康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再傾更多跑步秘訣啦。Keep running！